小朋友好，今天你的课程是么个呢？今天我们的课程是什么呢？同款啊，猜猜看。嘿，今天啦，你要看样片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看一个影片。跟样片有关吗？呢？那个影片的内容是有关于什么呢？等一下，你看欣赏哦，详细看欣赏个面哦。等一下就请你们仔细详细看欣赏，仔细的看老师。我看欣赏呢，变成什么样的样子？好，要变东西以前呢，我们先一样哦，要来复习一下哦。很开心，很高兴。怎么说？有2种，对不对？怎么说？嘿，对了，来，我们一起说一次哦。第一个，动听。第二个，动欢喜。第三个，生气了，生气。好来，发现。再来，还有什么啊？好，很伤心，动送心。好，再来，很开心的时候，你会想笑，想笑。很难过，动伤心，你会想哭，想叫。好，然后还有，我们前面是不是有教我们的心情歌啊？好，要不要唱一次啊？要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们来一准备咯。准备好吗？好，开始咯。你是欢喜，你就笑一下，哈哈！你是发现，你就掉2下，咚。伤心家下袂上叫，动听家下上爱笑。今晡日你的心情是样的呢？今晡日你的心情样的？好，先生，今晡日心情好，今晡日动欢喜，好，等一下我们要看的书呢，我们来看看那个样片底度啊，小朋友他的今晡日的心情是样的呢？不错，哇！等一下，样片底度给声音呢？等一下，影片里面的小朋友就在做什么啊？像欣赏现在这样，发现，他为什么会发现呢？他为什么要生气呢？小朋友，那你们常常会在家里这样发现吗？会吗？做唔得咯，不可以哦。而从头笑眯眯耶，要常常的笑嘻嘻，知道吗？好，然后你就来开始看样片咯。准备好吗？预备 ，Go！
爱最闹你。本来阿吉老爱是好朋友，不过今半日无强用。阿吉当定然闹啦，佢大伯就想爱做王。大伯徛起的行头前嘅人全係佢，連一支蠟筆咩唔肯借人。要老愛最後嘅產嘅拿走，佢係用啥嘅父愛？故說愛鬧阿吉，吉天唔撈佢做朋友咧。早先阿吉老愛還係好朋友嘅時節。愛生日嘅下，會請佢來食雞卵糕。愛大伯請佢食鹽鉗嘅餅，兩三人向下徛一支細仔嘅。愛有老佢講，那位做得深度怪嘅。愛兩啥食材當上好，故說還強面創水呢。不過阿吉一下無資格老愛強面創水咧，佢當定然鬧，馬上很佢大伯就愛做王。我愛本阿吉嘅好看嘅咧，我準備愛留蠟筆放入阿吉嘅糖度，接下來我愛向阿吉嘅武下人，唔好本佢去讀書，馬上向佢大伯愛做王。佢話到，佢係全學校最強嘅。我行到阿吉嘅屋下去，我一本佢啲，呢一下開始，佢就係我嘅嚴肅人，行過無人會留佢了。喂！阿吉，喂，阿聰，我老唔覺，我冇老唔了咧，哼，我咩唔老唔做朋友咧？你切搞。切搞就切搞，再見，再見，哼！阿吉，做乜㗎？我去溜冰嘛。好啊，阿聰，眼前那邊一般不你，什麼你阿吉？
小朋友，样片看出来吼，好不好看啊？那你们从影片里面学到了什么？係唔係同小朋友講下，同朋友講下交嘅時間，唔好凊彩發現呐？是不是在跟同學一起玩的時候，不要隨便的發脾氣呀？更加不可以同朋友熊大，不可以跟朋友打架哦，不可以哦，做唔得咯。好，那所以我們今天呢，等一下先生呢就要問你問題咯。我的問題就是你今日心情樣誒？你今日心情樣誒？好，那你要怎麼傳影片給我呢？嘿嘿，一樣哦，你就是要傳說先生我今日當聽，或者是先生我今日當歡喜，老師我今天很開心，老師我今天很高興，或者你要說先生我今日當傷心，老師我今天很傷心，還是先生我今日發現，好，老師我今天很生氣。好，你是哪一種心情呢？歡迎你分享大家留言同本先生的哦。歡迎大家都可以錄影片來告訴我，然後說告訴老師一下，分享你們的心情，分享的個心情。好，所以你們只要錄什麼？對，一句話就好咯。哪一句話呢？先生今日我怎麼樣？先生今日我怎麼樣？好，今天我聽到阿麗跟我說，老師我今天很開心耶。那阿麗就可以說，先生我今日當聽。西西說，老師我今天很高興。那可以說什麼？先生我今日當歡喜。那小晨曦呢？小晨曦你會說什麼？謝幽靈呢？還有誰我沒有點到名的？沒關係，你下一朵很有趣的樣片，我們可以再來慢慢的點名哦。拜拜，張來了。